好多人睇《三國》，最記得諸葛亮鞠躬盡瘁、死而後已呢句說話。但如果只係當佢忠心報國，就未必睇得透諸葛亮北伐背後嘅現實壓力。蜀漢喺三國之中最弱，人口最少，國土最細，人才資源最有限。諸葛亮之所以堅持北伐，唔單止係為咗完成劉備遺願，仲係因為蜀漢如果唔主動出擊，好快就會被曹魏慢慢拖死。要講第一次北伐，就要先講背景。劉備死咗之後，蜀漢經歷咗一段好困難嘅時期。劉備東征失敗，蜀軍元氣大傷，南中地區又發生叛亂，內部局勢唔穩，曹魏同東吳都對蜀漢構成壓力。呢個時候，諸葛亮並冇急於出兵，反而先穩定內部發展生產，整頓軍隊。幾年之後，蜀漢國力有所恢復，諸葛亮先親自南征，平定南中叛亂，穩定後方。呢一仗唔單止穩住蜀漢內部，仲獲得大量資源同兵員，為日後北伐打下基礎。與此同時，曹魏方面，曹丕去世，曹孺繼位。魏國內部雖然唔算大亂，但新君登位，政局出現一定變化。諸葛亮睇到呢個機會，決定上表北伐，正式出兵關中。呢份表就係後世好有名嘅《出師表》。《出師表》唔單止係一篇文學名作，仲係諸葛亮對蜀漢局勢嘅戰略判斷。佢清楚指出，蜀漢而家已經到咗危急存亡之秋。如果唔主動出關，只係左手益州，日子一長，曹魏實力會越來越強，蜀漢只會越來越被動。所以北伐唔係單純為咗復興漢室，而係蜀漢求生存嘅必要戰略。好多人會問，諸葛亮第一次北伐點解選擇走梁右，而唔係直接攻打長安？呢個問題其實好關鍵。當時蜀漢如果直接出子午谷直布長安，風險非常高。子午谷道路險要，保稿困難，一旦被魏軍截擊，好容易全軍覆沒。反而梁右地區，即今甘肅一帶山多城分散，蜀軍可以逐步盟食，奪取涼州建立根據地，再慢慢向關中推進。呢個戰略更穩，符合蜀漢國力有限嘅現實。所以諸葛亮第一次北伐嘅目標唔係一口氣消滅曹魏，而係先拿下梁右五郡，打開關西北門戶，奪取戰馬、糧草同兵員。蜀漢北伐有一個更穩固嘅前線基地。公元2屆28年，諸葛亮正式出兵北伐。佢先派趙雲、鄧芝帶一支偏師從箕谷出擊，吸引曹軍主力，自己則親率大軍進攻岐山。蜀軍訓練有素，號令嚴明。出兵之後聲勢浩大，臨右地區震動，天水、南安、安定三郡相繼響應。曹魏關中一帶局勢緊張，消息傳到洛陽，魏明帝曹孺親自坐鎮長安，派曹真、張可等人率官抵擋蜀軍。呢個時候蜀漢形勢一度好有利，諸葛亮已經控制梁右一部分地區，只要繼續推進，好有可能進一步擴大戰果。但呢個時候關鍵人物出現咗，佢就係馬鮑。馬鮑一向深得諸葛亮信任，善於談論軍事謀略，經常同諸葛亮討論兵法。但劉備臨終前曾經提醒諸葛亮，馬中言過其實，不可大用。呢句說話後來成為蜀漢第一次北伐嘅致命伏線。諸葛亮當時需要有人帶兵把守街亭，街亭係蜀軍糧道同退路嘅重要節點。如果街亭失守，蜀軍前線大軍就會被切斷後路，隨時陷入被動呢。諸葛亮最終選擇咗馬蒙，派王平做副將，協助佢防守街亭。保到咗街亭之後，並冇按照諸葛亮嘅部署佔領城池同要道，反而選擇上山駐戰。王平多次勸佢，認為山上容易被魏軍圍困，又容易斷水，唔適合主力駐守。但馬蒙自負，認為上山可以居高臨下，發揮地勢優勢，不聽群告。衛將張華到達之後，即刻睇破馬鮑嘅弱點。佢派兵包圍山頭，切斷蜀軍水源，然後發起進攻。蜀軍缺水，軍心大亂，最終潰敗，街亭失守，蜀軍前線補給線受到威脅，諸葛亮被迫退兵。第一次北伐由主動變為被動。好多人覺得第一次北伐失敗，全因為馬魍唔聽話。但如果深入一層睇，問題唔止係馬魍一個人，諸葛亮身為統帥都有責任。佢明知街亭係關鍵位置，卻選擇咗一個缺乏實戰經驗又過於自負嘅謀士去把守。呢個決定反映出蜀漢人才國好嘅問題。關羽、張飛、馬超
黃忠。呢批名將先後離世之後，蜀漢能夠獨當一面嘅大將越嚟越少，諸葛亮不得不重用後起之秀。但呢批人當中唔係個個都經得起大戰考驗。街亭失守之後，諸葛亮揮淚戰馬謨，一幕後世好有名。但佢唔單止係處罰一個戰敗將領，而係蜀漢軍法嘅體現。諸葛亮同時亦主動向劉璯請罪，承認自己用人不當，名官三級。蜀漢雖然戰敗，但軍心並冇因此潰散。呢一點同諸葛亮嚴明軍紀有關。第一次北伐失敗，蜀軍並唔算全軍覆沒，但戰略目標未能達成。諸葛亮本嚟想趁曹魏反應未及時拿下兗州，建立前線根據地，但街亭一敗，令蜀軍失去優勢，被迫退回漢中。呢一仗之後，曹魏加強咗關中同臨右防務，蜀漢後續北伐難度大大增加。諸葛亮亦都明白蜀漢要戰勝曹魏已經越來越難，但佢冇放棄，繼續整頓軍隊，發展農耕，準備再次出兵呢？好多人會問，諸葛亮明知蜀漢弱，點解仲要多次北伐？答案其實好殘酷，就只有等死。曹魏地大人多，資源豐富，只要靠佢時間休養生息，國力只會越來越強。蜀漢如果長期退守，最終只會被曹魏逐步包圍，慢慢消滅。所以北伐唔係一時衝動，而係蜀漢國力弱之下嘅被迫選擇。第一次北伐雖然失敗，但佢拉開咗蜀漢長期北伐嘅序幕。後來諸葛亮又多次出兵，雖然有局部勝利，但整體上都冇達到定關中嘅目標。蜀漢同曹魏之間嘅國力差距，決定咗諸葛亮北伐注定困難重重。睇第一次北伐，唔應該只睇馬務敗唔敗，而應該睇成當時蜀漢同曹魏之間嘅戰略較量。諸葛亮有戰略眼光，有治國能力，有軍事紀律，但蜀漢國力先天不足，人才資源有限，呢啲都係佢無法改變嘅現實。講到呢度，問題就來咗。如果當時諸葛亮唔派馬崩，而派王平或者趙雲去守街亭，第一次北伐會唔會有唔同結果？歷史冇得重來，但可以肯定嘅係，街亭失守唔只係一個戰術錯誤，佢暴露咗蜀漢北伐路上最大嘅難題：人才補給同國力。第一次北伐失敗之後，諸葛亮並冇消沉，佢返到漢中繼續操練兵馬，改良兵器，整頓後勤，為下一次北伐做準備。蜀漢呢個細國就靠諸葛亮呢種強大意志繼續撐住。下一次我哋會講第二次北伐，睇諸葛亮點樣揸住東線戰機再次出兵，又點樣遇到陳倉呢塊極難啃嘅硬骨頭呢？呢一集嘅問題嚟係，你覺得第一次北伐失敗最大責任係馬蒙定係諸葛亮用人不當？歡迎喺評論區講下你嘅睇法。